樂富金國大廈食盞飲茶。港鐵樂富站尾出口出站後轉右，上樓梯，上樓梯後轉右向前行，去到交通燈位轉左過馬路，過馬路後沿聯合道向前直行，去到街口就見到酒樓啦，過咗馬路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，下午茶改咗1點半開始到3點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9蚊，小點19個8，中點23個8，大點28個8，特點32個8，頂點36個8。早茶點心14個8起，孖寶34個8。早茶精點拼盤1籠14個8，兩籠29個6，兩老1人1個拼盤。拼盤有鮮蝦菜苗餃，好有菜苗味，蝦肉爽口，好食。潮州粉果有沙葛、花生、韭菜，味道 OK。蠔皇叉燒包，汁料豐富，唔錯。百花釀魚肚23個8，魚肚味道比較淡，蝦膠正常。下午茶點心16個8起，湯粉麵28個8起，粉麵飯68蚊起。下午茶貴妃雞瀨粉28個8，貴妃雞幾有雞味，不過唔係幾滑，薑蔥好食。鮮竹牛肉球16個8，正正常常 OK。懷舊沙翁22個8，沙翁有蛋香，外脆內軟，好食。早茶埋單79蚊，下午茶埋單95蚊。